1995年。我出生嘞。搞不好我爸有玩过。你没有。因为其实只要是 KOL， 就是一些创作者，像我们都算是创作者，我们是台前的人，我们其实并不能说每个人都非常大红大紫，但是一定都会有就是要承担一些所谓的网络舆论的压力。那这位实况主可能跟我们比较有关联的地方是，他是 Overwatch 的实况主。我知道。然后他在 Overwatch 刚上市的时候呢，拍过一系列关于 Overwatch 的影片。他要叫大家不要。对，最熟的一个影片，其实就是他说这个东西是太容易让人家中毒了这样子。那就是很多人也是因为他特殊的发型啊，还有特殊的讲话方式，让大家认识了这个实况主。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说他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确定他一定是承受到蛮多的压力的。我只能这样讲啊，就是网络，我相信像我们聊天室目前的各位，还有就是不管是 Twitch 的聊天室观众也好，或者 Facebook 聊天室的观众也好，大家都是很理性的，但是一定会有比较不理性的观众出现。那不理性的观众，或者是一些不理性，或者是不了解你这个产业的人，就有可能会对你的在做的一些事情感到不解，感到不了解之外，就有可能因为这样去攻击你。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些会遇到的问题存在。那还有像我们这些 KOL， 就是这些可能是表演者、创作者，可能会有更多机会接触到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希望大家就是，如果下次你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可能是一些算是创作者，你可能不喜欢他的表演，或者是你觉得这不是你的痛调的话，也不要去攻击他，或者是去恶意的谩骂他。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今天这个可能有点沉重啦，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可以让大家想更多，好不好？这是我的节目，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。我希望大家都能理解这件事情。有听过还是没听过？好像有一点印象，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他没有听过，对不起，他没有听过，我很抱歉，他没有听过，对不起，是我老，我很抱歉。我知道他这个是多久以前的游戏？1995年。我出生嘞。啊，对。搞不好我爸有玩过。你。没有。他年轻的时候长这个样子啊。他算是就是人气最高的吗？也不算，但是就是他是有一定人气的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办法把那个，这样大家比较看得到，好不好？这是他。放大，再放大。好，你。我来。好，你继续讲。你不要玷污我的初恋。这是你的初恋？不要，我不是说这是我恋爱系第一次喜欢的角色吗？好。如果看到这个游戏，然后因为自然它其实很困难嘛，因为因为他们是恶魔，所以他们会恶魔化。那你在玩这个游戏过程中，像你玩自然，虽然说它的打击感会比这个更好，但是因为它难度真的很高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今天可以用那么简单的方式去打出刚刚那么帅的糖果，你会想吗？会，对不对？那个剪接师帮我上一下特效。再一次来。既然你诚心诚意的请求了，我只好。好，等一下，所以这个是2代。它是1代，但是角色游戏里面跟外面动画不一样。哦。有个角色因为有幼女的嫌疑，所以被下架。幼女。所以他才说设备说。萝莉。对不起，我应该是萝莉控。没有，我拿游戏。